义乡新中华公路的望高隧道，施工2年已经来完工，特别举办祈福典礼，12月初9的早起正式开放通车。望高磅空总算完工啊！这个工程因果是排除万难才完成的，所以讲公路总局伫通车前承办完工的祈福典礼。这个隧道也可以说是打通整个新义乡的一个任督二脉，对我们新义乡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信义乡新中华公路，也就是第21号线115公里的望高磅空。经过2年施工才完成的，12月初9才会正式开放民众通车。隧道打通对地方的这农民对他们的一些农作物的运输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啦。等到磅空正式通车了后，就会使闪过危险的路段，让在地人甲游客会当安全的通行。